到 SNK News， 我係今日嘅主持。近排網民熱烈咁討論天水圍附近有神秘人嘅出現，就嚟睇下報道啦。我哋一時講咗阿我嘅認知啦。同學，對於係好嘅人喺生意上面呢個投資神秘人？哦，係咪最近 Fred 好 hit 嗰個神秘人啊？哦，穿越？唔會真係穿越啊嘛？我哋收到網民報料話，今晚呢個商場會有神秘人嘅出現，我哋就嚟睇下啦。喂，係咪佢哋啊？呢度係邊個啊？點解你會喺度嘅？唔係壞人，我哋唔係壞人嚟㗎，我哋由2030年唔小心翻咗嚟2026年，我哋而家諗緊計翻去，我哋真係唔係壞人嚟㗎。未來人？咁2030年係第一個香港嘅5年規劃結束嘅時間，你可唔可以講下5年之後係點啊？可以啊！我係交通使者。2030年北部都會區已經全面改用氫能綠色交通，零排放小七車，跨區通行都更加方便，低碳出行唔再係幻想。咁你又係咩使者啊？我係政務使者，數字政府全面落地，大部分民生服務都喺 AI 線上辦理，唔使再用一堆紙行好多轉，效率快咗好多。咁你又係咩使者啊？我係文旅使者。2030年全港有咗統一嘅智慧文旅平台，市民一撳就可以預約、查詢，甚至跨境遊玩，唔使再排長龍同埋搞繁瑣嘅手續，銜接大灣區發展，港深智慧服務無縫互通。我係科創使者，城市 AI 智慧大腦全域覆蓋，落雨積水、環境監測、緊急事故都會自動調度，令城市更安全穩定。2026年香港新起點，收谷5年展國家紅圖現，北部都會區創科新亮點，金融根基強，創科聲名響，北區互聯通攜手創新章，2030年變成智慧城。收谷5年展國家旅遊。多謝大家。